请咱安静心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无快快受气，阁有丰盛的慈爱。咱若认咱的罪，伊是真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除咱拢总的不义。三月来吟圣诗第28首，天父看到七照跋落。请起立。兄弟用主甲是咱的祈祷文，三甲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伊对恁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顶传阮的脾气，就对阮犯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宇宙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
对在西路玛利亚出世，伫温州比较多应该受苦，典是个死埋葬录音簿。第三日对圣两个我上天，打坐专门爬上帝大殿，伊要听大家生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神，共同道会，圣道相通，做下列，肉体无我，永爱大命。阿门。请坐。启应文第25篇，也是诗篇第103篇。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伊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上主实行公义，上主有慈悲有仁爱，伊袂久长责备，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天离开地有偌远？东离开西有偌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人咧，因的性命亲像草，风一个吹就消失。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做声恁拢着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车赛啊！伫伊掌权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做声，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请咱三甲压头来祈祷。万权能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搁一摆组织咱们教会众兄弟姊妹来到你的面前，阮要同心来敬拜阿罗你。主啊！最近，阮有几若位兄弟姊妹拄着身躯病痛，也是亲人的死讯。求主你医治的手就花伫因的身上，你安慰的灵要甲因同在。你是时间的主，也是空间的主。侪侪事阮袂明白，总是阮相信万项事有伊的时。阮也相信，无论伫倒落，你拢甲阮同在，做阮随时的帮衬甲保护。主啊，最近台湾的政坛纷纷扰扰，求主你赐智慧，予政府官员、司法人员，予因会当凭着公正、公义来做出判断，也掠全民的利益最上重要的。主啊，伫教会今仔日，阮也要举行执事的预选，求你亲自竞选愿意尊主最大、谦卑佮温群做工的人来服侍你。主啊，阮也要为着聘牧的事来向你祈求。你知影阮的需要甲欠缺，求你施阮怜悯，为阮备办好佮忠心的仆人来做阮的牧者。
使阮合伊的灵所求的是要成全你的旨意，也使阮相听的心，因为众人要对安尼知，阮是你的学生。主啊，即时求你清去阮的心，通过讲道、诗歌、甲兄弟姊妹的交陪，要互阮的灵得到帮助。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俄勒请雅音合唱团，因要献的诗是《爱的真谛》。
多谢雅金合唱团。公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2章31节到13章第8节，以及第13节。恁着切切羡慕遐个较大的文士，我用第一好的路线指示恁。我小事话讲人甲天使的言语，若无仁爱，我就诚做响的东气，明淡的喇叭。我小事做先知，明白拢总的奥妙，甲拢总的财物，佮小事有招庇的信，教业来移山。若无仁爱，我就无算做是甚物。我小事尽所有的来真济，佮献我的身躯互火烧。若无仁爱，就我无得到利益。仁爱是厚宽容、慈悲；仁爱是无怨妒；仁爱无夸口、无偏颇，无惊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快受气，无记得人的歹，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相甲欢喜。凡事忍受，凡事相信，凡事仰望，凡事吞忍。仁爱永远袂无去。第13节，现今所存的，就是信、仰望、仁爱这3项，其中第一大的是仁爱。讲道，请西表赞牧师《爱的真谛》。搁一遍三甲来祈祷。阮伫心底感谢阮的上帝，会使引带阮的脚踏入你恩典的厝。阮伫你的厝的内面享受你的听，阮伫你的厝的内面来互相起坐。阮感谢你，求你的神搁再一摆来做工伫阮的中间，互阮伫即神圣恬静的一点仔久的时间，互阮听到上帝你的声。也看见阮家己的卑微，阮家己的差错。愿你施恩赐福伫阮的中间，伫即个时间，感谢基督靠主的圣名，阿门。安尼有较明啦吼，多谢咱即个音控的人吼，即个。台下顶即个是我写的吼，即个多谢吼，这是我学写大字吼，2年来吼，即个啥，会担保的即个啥的成果啦吼。我老师拢甲我提醒吼，爱较谨慎的吼，毋通四界去烧吼。知影讲这吼，抑阁查足远咧，查足远咧吼。我原来顶礼拜二吼，我要去订写，拄好碰到，无意思讲碰到中秋节休困啦，吼，所以将就一下吼，安息吼，咱休一下就好啊，吼，大家知影就好啊，吼。来电话哦，开开谢谢吼。我今仔日会用即个主题吼，听的真谛吼，有2个动机啦。头一个动机就是讲，咱今仔日听生活伫。唱歌，读这段经文，可能是讲，今仔日啥人要结婚无？有人结婚无？无啦吼。老实讲，咱足些大部分听到这段圣经，听到这条歌吼，拢是婚礼的事嘛，对无？吼，可能嘛足少牧师这段圣经安尼好好伫这个讲道的中间，吼，好好安尼较深入安尼来去讲啦吼，所以。这是我头一个的动机啦吼，第二个动机就是讲，我学这个书法吼，我的老师吼是一个非基督徒啦，伊是迄个台北艺术专科学校吼，咱叫做艺专啦吼，较早的艺专，所以伊是正规的学书法的人。咱有足侪人做到写，也有咧人指导的吼，真侪啦吼。毋过正规的这个学书法的人吼，就是讲伊是安那。就爱这个什么篆书、楷书、隶书、行书、草书吼，这个有足侪这行家吼，历史上啦吼，各种体啊吼，比如讲
行草，就是讲王羲之的《兰亭序》，哦，迄个足出名吼。才会当知影讲写了安怎啦吼，就是讲有一个范本安尼吼。老实讲，写大字是大学问的吼。因为你咧写大字，佮牵涉到咱的中国的这诗啊，有无？吼，也是讲一寡这，也是讲这个啥，迄中国的图，迄叫啥国画等等吼，安尼。我的老师伊也真爱唱卡拉 OK 啦吼。我即世人毋捌入去过卡拉 OK 啊，我想咱中间我想嘛有人安尼啦吼。伊讲伊的故事，我足感动。伊讲，师母师我咧讲吼，我去卡拉 OK 唱即条歌吼，《爱的真谛》这教会的呢，哇，我感觉真有意义啦吼，安尼，伊是咧跟我分享这样代志。我切一个，我讲哦，原来即条歌吼，那有影响咱连一个会外的人伊也感受到即条歌迄个意境啦，迄个意境。即条歌其实是一个。是文章，毋是迄个人写的，文章是圣经啊，所以意境才遐好啦，写的人，迄个人叫做简明了，我想咱逐个拢捌伊，真侪拢捌伊。是阮张牧师娘啊，施牧师娘遮，以前老师遮因咧学弟啦，学弟，新人的学弟，是为着同学要结婚，要甲伊闹热啦，所以信手，安尼毋是讲做严谨的，安尼去甲写歌，就写了就。真正是礼拜日你就同我招就献一条歌是安尼来。无拍算讲即条歌出名到迄落型的你知影咱90年代、80年代落尾即条歌是全台湾伫家人听到屏东8点档逐暝安尼放送，一直唱几啊年呢你就知影讲即条歌会迄个啥影响力偌大所以我是讲既然有遐尔大的魅力牧师应该是，毋是干那捡一部分，蛮有机会会当来分享这条歌到底是，毋是干那适用伫，当然嘛适用伫婚姻啦，但是伊的意义是超过这个那婚姻那点，伊的真谛是有更较宽的意思。我现在就是安尼，这个动机要欢喜甲咱分享安尼意思就是讲，爱的真谛，这毋是干那。毋是干那咧讲两个人的婚姻的关系，是一个信仰团体安怎样会通应该就爱有啥物款的一个的表现，就是啥疼就是爱疼这当然啦牵涉到咱的性命咱的生活啦所以你嘛看讲这干那一个节目一条歌安尼若定，其实疼的这个主题牵涉到咱的性命。牵涉到咱的生活非常的深啦，非常的深。保罗伫这个中间其实这个爱的真谛，保罗伫哥林多前书，伊是咧对伫迄个哥林多的这个教会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好业文化足进步，内面有一寡哲学家有一寡这个种的这迄个啥有的人有各种的文士会让医病赶鬼、讲方言等等所以教会说安怎？因为教会愈来愈大大家人才多愈来愈有钱的中间开始有一个问题产生就是会比较就是会比较就比较讲啥物人较有本事，啥人讲言较大啥物人安怎？保罗只看起这个情形伊只就社会甲因鼓励讲我甲你讲毋通做这个代志，毋通比较这我甲你讲就是啥就是亲像咱人有目睭、耳仔、鼻孔毋通去比较讲我头较重要，我脚较重要，还是手较重要伊讲咱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躯教会嘛是一个身躯的状态，所以教会有的人有这个文书，有迄个文书是安怎？若有疼，就会当甲这个文书结合起来造就啦。教会就有造就，若无疼所有这文书拢无记得，伫反正是啥？是混乱的一个来源啦这就是保罗伫哥林多这段圣经的来源，原来是为着这写的毋是专门为着婚姻写的专门为着婚姻写的，出伫倒位？伫以弗所的第6章对无？你讲你做人的先生，你做人的丈夫的就要安怎？
安怎款待伊的负责人？我袂记一个啊哈。咱婚礼定定听，定定袂记一个。来，做丈夫的就爱安怎？对不对？有人会记得袂？来听伊的负责人对无？我定讲查甫人吼，听伊某就好啦，毋免讲较济吼。安尼有意思无？保罗伫当时安尼迄个时代吼，即个查某人的即个地位足低的瞬间吼，伊讲恁吼会记得，恁做人的丈夫吼来听恁的负责人吼。伊也常时上帝伫鼓励讲，你做负责人落来安怎？落来安怎款待丈夫？顺服吼，怎么就会通啊？吼，就接着啊吼，会通。记咧吼，婚姻的宝贵的价值伫伊有所谓第六章吼。丈夫就爱安怎听伊的负责人伊的负责人就爱安怎顺服伊的丈夫吼。所以保罗伫即段中间吼甲即个爱的真理的遮个听有消极的，有8项哦，积极的有7项吼。我等一下会来讲起啦吼。一个结论就是讲听吼永远袂无去啦。我等下我来讲吼。就是讲你做些物件，咱一世人吼，你追求这追求迄吼，你要紧这吼，做些会真无去啊。我做啥？就是讲，迄毋单是无去啊，是讲慢慢就消失去啊。总是真实的疼吼，袂受到环境的影响。讲我到这里我就不爱你了吼。真实的疼不会停止没有限度所以这等下我会去讲会去讲。所以保罗伫咧中间伫遐讲我甲你讲，现今所存的有信、有望、有仁爱其中第一大的是啥？第一大是啥？仁爱我怎么讲仁爱？莫讲起来讲听落啊，较容易互大家记啦吼。你知影咱这个信信有重要无？人若无信心你一骹步都踏袂出去人若无信心，你就连迄个方向你嘛毋知影要对对行人无信心袂活呢所以安尼信有重要无？有讲各有望望的反面就是绝望啦。人若无望就完蛋啦，敢毋是啥物代志拢这拢无望啊所以望是非常的重要。人若无望嘛活袂落去啊应该比即个信比望较大的啥？竟然是听咧咱逐日拢咧经验听，所以有时咱拢外啦袂去迄个注重袂去珍惜嘛袂去感受讲听原来遐宝贵，听原来对咱的生命、对咱的生活有遐大的影响。所以我今日要借着保罗的教示，含咱好好来三个来三思听的即个真谛是安怎海听是上大的，是安怎海上大的敢毋是学位较大吗？敢毋是钱等较济较大吗？敢毋是好的关系，是安怎啥物款的物件较大吗？讲听是上大的上大的。我就讲，我甲恁报恁一条第一好的路啦。咱华语好好本讲做命就斗这烦恼上过水啦简单讲就是讲，我甲恁报恁一条上好的一个方法啦就是安尼，就是啥？就是听啦，听上重要第一。所以即个中华分几项甲咱来分享上听的真谛。头一个是讲听是对上帝来这点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讲这个老约翰伊有做足者，这个伊是一个专门咧写这个听的主题的一个使徒伊有见证讲上帝就是听踮伫听的内面就是踮伫上帝内面伊第一项就开宗明义就是讲上帝就是听你若踮伫上帝，你若有上帝就是有听就是听甲上帝等于是等号呢就是等号上时伫即个约翰的3章16节嘛有讲即个啥？上帝听世间人，真理将伊的独生子献入世间互一切信伊的人无至灭亡，反倒得到永活即个讲上帝本质上，上帝是听，伊是听世间人的所以咱大家真
真好命吼。所以我现在感觉讲，逐礼拜安尼咱逐个见面吼，我感谢上帝吼，因为上帝听你听我，咱逐个组织遮上帝的厝的内面的生活，逐个三甲三听吼，这是一个足大一个福气啦吼。这个其实主耶稣也是相款吼，就是讲伫约翰的第13章，约翰的第13章到17章吼，会非常宝贵，就是像约翰很有啦，就是讲耶稣伊决意，有3摆甲学生预言讲讲我吼要无久我就要去耶路撒冷，要伫遐互人配水换受害，然后顶是给死，第3日要过我吼。来讲起着耶稣，来讲起着伊一生的中间吼，伊所要行的路的最后的一程就是安尼。伊先来较来甲因讲这吼，伫这中间伊也少机会吼，教示因吼，啥物是大，大家咧争讲啥物人要做大吼，伊讲迄个甲人服侍偌济，迄个人上大，毋是你的职称啦，吼。是你讲服侍偌济，你就是偌大啦吼。借这个机会来教示而且学生，甚至就甲因讲，你来记住，我予你一个新的命令，你就是爱彼此相听，吼，彼此相听。这句话有重要无有？因为耶稣知影伊无偌久就要离开因啊，吼。咱有一句话叫做树倒猢狲散，吼。这老师离开这学生吼，就散去啊，就散过去啊，吼。为着要鼓励因吼，恁都要三听会记哦，吼，恁都要三听。所以当耶稣死了，我这学生慢慢就去回想着伊的先生、伊的老师吼，耶稣甲因有甲因定好势，咱就爱希望是咱的老师离开咱吼，咱伫迄个困境危险的时阵，嘛都爱安怎三听吼，爱三听吼。这个吼，这个我最近有去读到这个我所以来的一个神学家叫做齐克果吼，这是200年前丹麦的一个神学家。而且齐克果伊的这个互人注目到200年来，抑个人咧甲看咧甲学习吼，就是讲伊当时帮着种丹麦当时安尼社会发展、国家的发展、教会的发展吼，已经慢慢俗化去啊，世俗化去啊。齐克果伊就是主张讲，伫即种世俗化的花花草的这个时代的所在吼，听袂到迄个回声啊，吼，听袂到回声，什么意思？就是讲，咱有时做毋对，行毋对吼，咱要信仰的良心吼，要甲咱出声咧。总是当你世俗化的声愈大，花花草的时间愈长。会砍甲咱的原来迄个微细的信仰的声，连迄个回声都听袂到去啊！所以齐克果伊真注重就是讲，咱真实的信仰就是安那，就是孤独、单独，咱恬静、谦卑面对上帝的时阵吼，咱才听会到声，才听会到家己的声，才听会到上帝要甲咱讲的声吼，安尼，我感觉这是真有道理吼，真有道理。所以，咱若是踮伫一个安尼，逐日无手机也就袂活啊！吼，我有时我足奇怪，就是讲，除了困以外吼，行路嘛看手机，啥物不时不记咯。我咧想讲，人敢毋免休困一下吗？吼，那上帝创造的是有暗时有日时咧，暗时是伟大的创造，吼，互咱会当安怎该休困去休困啦，吼。咱即马时代煞变做，咱拢亲像。鬼呢？鬼就一群，哦，有东人西，互你无法当休困啊，哦，一直看。即马足侪资讯吼，有哪伫教会有哪产生足大的一个冲击啊吼。有影真正发觉就讲，这较早牧师讲，就爱去读册吼，怎敢册也免读啊，就去网络去搜就好啊，吼，搜的就会当讲我足好啊，吼，安尼吼，这门也有一个危机啦吼，这变做这牧师人讲，你若请一个牧师，我等一日间拢咧看这网络的这讲究安尼吼，安尼好无？拢无人认啊，对牧师拢毋介意这话啊。
吼，我即摆讲是普遍啦吼，我讲普遍吼，安尼好无？毋好啦吼。啊，咱少年嘛相款啊，咱中年人嘛相款，咱的生活、咱的性命，毋通去互手机这只大恶魔占去啊！吼，咱也有休困啊，就是有眠时，有日时，这是上帝奇妙的创造吼，奇妙的创造吼。啊，所以伫这个中间吼啊，就是讲，这几个国的强调一样讲啊，讲上帝的本质就是疼，上帝的本质就是疼啊，咱做伊的囝儿吼，应该嘛着爱安怎显示疼的本质，敢毋是？对无？不过咱伫咱的生命、咱的生活中间，咱显示啥？咱显示咱爱手机啊，吼，咱显示咱爱关系，咱显示咱我爱趁活的事，咱毋是显示我疼人偌济，吼。咱无去较注意着讲啊，我一世人的中间吼，是爱疼上帝，甲疼厝尾亲着家己吼。这就是七个国语说的强调讲，恁应该着疼。这伫律法中间讲，恁着疼上帝，甲亲着家己哦。讲你们要呢，吼，就是命令式的讲，咱就是咱做上帝囝子的人，就是爱安怎？咱的本分就是爱安怎？爱有疼上帝，佮疼厝尾亲着家己啊。毋通去听手机啊，吼，啊，毋通去听东人西西有诶无诶，吼，安尼啊，所以这是我对，因为即个要讲这个题目，所以我是讲，有啥物我无读到诶册吼，较好无？啊，再发觉着讲，只个过一本写疼吼，这本只个过写迄本伊诶册写，叫做《爱在流行》啊，吼，其实安尼翻译无真好势，吼，这英语诶这个册名叫做吼啊，这个。works 就是工作做工 ，works of love， 疼的啥啊？的这个工作也是讲疼的作为啦吼啊，所以也有圣经也有人甲翻做爱之功啦吼哦，爱之功嘛毋是啥，敢若嘛是真顺啦吼嘛，所以我咧想讲，伫神学界中间吼，写一本拢咧讲疼的册，佫无真济咧，吼，佫无真济吼。潘国华有一本世界本啊 ，C.S. Lewis 四种爱，嘛是世界本啊吼。刚若这七个国写380页啊，吼，啊你著爱真安静啊，真用心，用心灵这个啥态度，好好去读伊的册吼，才读有咧，吼，380页我读10工啦，吼，读10工啦。所以我读了嘛，最欢喜就是讲。我要准备这个讲道的中间，我是讲要安怎来讲一篇哦。其实我重点就是先讲来是讲，对圣经的内面啊，先讲上帝的本质，也是哦，就是讲，这我等下慢慢会讲吼。这个对听是对上帝来，咱莫讲干那限制伫讲伫心理协谈的中间讲哦，都爱安怎样啊，三个斗阵啊，大家才会感觉较舒服啊，才会安怎吼？咱这个圣经内面咧讲爱的真谛的层级是真悬呐，吼，听是属于上帝，听是对上帝来吼，这个层级足悬的啊，吼，就是讲安嘛，就讲了是真知识，意思就是讲人其实要三听真难呐，吼，人的本性要会晓安尼真正吞忍包容，要三听足难的，所以保罗这首诗的感动较济人，感觉讲这意思真好，头一句就讲听就是安怎，熬啥？熬安怎？熬宽容慈悲的，哦，熬的意思就是啥？你爱一直训练，你才会熬啦，哦。所以意思是听，毋是遐简单的代志，就是咱不时爱训练，搁再训练吼，啊忍耐，搁再忍耐吼，啊，这我等阵咧，搁继续讲啦吼。头一个听是上帝的本质，第二就是讲，你讲到听的时阵吼，啊，毋是凊彩。啊，毋是讲咱奉献的时阵讲啊，我小可爱奉献，毋是哦吼，是全部的奉献吼。所以听是啥？是全部的亏难啦吼。啊，咱甲迄个听的即个界名吼，啊，即个马可第12章28到34节吼，啊，即个耶稣有引用即个生命记第6章的上嘛，是讲你着听吼，以色列啊，你着听吼，啊，你。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听主你的上帝吼，安尼。
这是第一项，看摆做第一个哦，摆做第一个。第二讲第二也三亲像，就是遐听厝边亲着家己，这是利未记的这个啥的所在吼。这个讲你着听上帝，甲听厝边亲着家己，迄个听吼偌重要，重要甲吼落爱带小抄咧吼。这个我捌讲过，讲这带小抄的民众吼，就是第一个开始就是以色列啦吼。但是伊毋是为着作弊，伊是为着要提醒讲，来写咱这个门区写咱你逐日咧出入迄落门墘顶面吼，提醒家己讲，咱着安怎？咱会记哩做上帝子民，就是爱听上帝，佮听厝边亲像家己吼。这心里手所讲的是讲，咱应该就安尼做啦。所以就爱记哩写咧，不是咧提醒哦。互以色列人的百姓啊，会记一生的中间拢无袂记这两项代志，听上帝，佮听厝边亲像家己。所以毋是听车啦，毋是听学位，听啥物其他东东西西是啥？听上帝，佮听厝边亲像家己。是爱全部啦咱好本翻做尽心尽力吼。尽当然有完全的意思啊！你到打底也就是完全啊，吼但是会互自然去想到尽量，其实这两字无共，尽心甲尽量吼，迄个尽量的亲像家己人平啊，对无？但是所以即马吼，为着要避免即款的即个啥的误会吼，讲尽力就好啊吼。所有现代的翻译圣经的华语的圣经，拢总改做全部无过用尽啊啦。拢用全部我感觉安尼好，安尼会当搁较鲜明，搁较有力，搁较简单，会当互咱知影听上帝，甲听厝边亲像家己，就是爱用咱生命的全部用咱的心智、意志这个温书力量等等来听上帝这个是第二项所以这听毋通甲凊彩讲有也好，无也好凊彩毋是，都要用全部第三项。伫遮所要讲的听是听，永远袂无去啦这和本翻了个真好，爱是永不止息啊有无？爱是永不止息，这翻了真好这英语的圣经有两种翻译，一种叫做 Love never ends，ends 就是最后终点，爱没有终点嘛翻了真好啦搁第二个较普遍的翻译也真好 ，Love never fails， 就是讲听永远袂安怎。无放弃啦，伊真有坚韧，伊就是听，到底是安怎？无论啥物款的情景绝对无放弃，就是一直听到底安尼这两个圣经拢翻了真好所以咱的华语的圣经翻做爱是永不止息，我感觉足好有人甲翻做爱是永恒的我感觉较无永不止息较好啦，永不止息较好这个听的中间七个古文讲听其实内面有包括啥造就啦我讲了讲意思，伊引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8章第1节讲讲若是仁爱会建立德行啦伊讲知识会互人骄傲啦若是仁爱会建立德行华语是讲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这造就这字是真水的希腊语啦，这造就叫做oikodomeo，我之前捌讲过，oiko就是厝就是讲听就会当亲像伫厝的内面大家互相造就，互相建立这字是足水的一字啦所以只有就是啥毋通去讲一寡遐有诶无诶是讲知识偌济偌牛这个啥？听，伊就是安怎会当，才会当真实来造就人来造就人就是安尼伊有讲一个例啦伊讲有一个送乡的家庭全家拢刻伫一个床帘的顶面这个总是这个家庭许无感觉足客还是讲阮兜住甲足歹足艰苦安尼伊讲这就是啥？这就是造就的一个情景啦。希望环境是足歹，毋过安怎因内面有听，所以住较歹足客嘛无感觉安怎？
即个互我想着吼，伊讲，阮若无疼吼，你较大劲就无够大啦，哦。这齐国国这个人实在是有影哦，迄心思足有诶吼，你讲啊真好。啊，这我看了，互我足感动。我想着我细汉诶时阵，我会出生诶地方，我囡仔诶时阵，我嘛是一个担担面安尼吼，啊5个囡仔佮爸母安尼拢困伫遐吼，啊通风佮歹吼，啊所以热天热到安尼，安怎演吼，就安怎会甲愈演愈受气啦吼，就是安怎演就会袂凉啦吼，就是安怎吸空气歹吸。毋过细汉诶时阵吼，希望是安尼，我无感觉阮兜是善，还是讲阮兜是是偌艰苦吼，我无感觉安尼。所以四个我讲诶这吼，我感觉都讲着我诶心底话诶吼。希望环境无好，毋过安若有疼吼，其实是 OK 诶吼。你安尼环境足好，啊若无疼吼，迄麻烦啊，足济啊，敢毋是吼？所以疼有重要无？疼就是咱一生的中间吼，只有疼才会当甲咱起造建造，咱成做一个好的德行的人吼，才就是有造就啦吼。所以我咧想讲，咱的教会其实嘛呢，敢毋是？咱的教会，你搁偌大间偌水吼，若无疼吼，逐日咱冤家落撞安尼吼，安尼就惨啊呢吼。所以迄个毋是即个外在的环境，是咱的即个环境的内面有真实的疼伫内面有就造就吼。有疼就安怎上帝伫咱的中间吼，佮含带做伙，咱上帝就含咱带做伙安尼。所以《哥林多前书》咱拄无读到的第13章的第1节到第3节，我就用一个作趣味。伊讲你若无疼吼，你佮口才偌好吼，就那亲像响的东西弹的喇叭。一个声若定就无去啊啦，吼，无啥物路用吼。所以疼就是伫咱的性命、伫咱的生活内面是这哪重要吼，这哪重要。所以咱甲看，只有79字的中间的这个爱的真谛吼。其实看起来有点复杂，其实袂遐复杂，就是讲伊的这个重点就是伫有疼甲无疼做一个界线。伊讲疼是高宽容慈悲。这是正面的。负面讲你若无疼吼，无疼着啊，疼毋是啥，毋是疼是安怎？无嫉妒无夸口，无偏颇，无做计较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快快受气吼，无计算人的歹，无欢喜不义拢总8项。界线就是有疼，你若有疼吼，你就袂去比较，你就袂嫉妒啊。你若有疼，你若无疼就互相比较啊。感觉受伤啊，感觉有欠啥？你若有疼，你就袂求家己的利益啊，袂讲我要抢较大粒的吼，我要你较好的。你若有疼，就袂求家己的利益；你若有疼，就袂黑白偏颇吼。你若有疼吼，就啥袂做见小的事。你若有疼，就袂快快受气啊，对无？咱内面若关系无好无疼吼，好唔好嘛？就冤家啊，就大细声，敢毋是吼？所以这一个界线的内面就是安尼吼，就是安尼吼。正面的就是讲疼是啥？正面就这项就讲疼对了，你讲这个凡事包容吼，疼就是啥？这个高宽容慈悲过来有啥？上落尾讲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勿忘，凡事吞忍。你有注意无？这首诗79字的中间吼。疼的开始是讲恁都爱包容吼其实包容和忍耐，咱的华语拢写忍耐啊你无写无像咱台语讲伊是很久忍耐是忍耐结束的时阵嘛讲凡事忍耐啊。所以这首诗真有意思，种保罗伫这中间用伫这首诗的中间，就是咧讲，咱的一生其实拢是安怎，拢爱忍耐呢，是毋是安尼？你若想讲啥物人外交拢总一切拢 OK 开始拢遐幸福，拢遐好无啦做一个人做一个甚至是上帝子民就是有哪是都爱凡事忍耐啦忍耐，搁再忍耐安尼头到尾拢是忍耐因为我感觉这相当有意思相当有意思。也因为安尼因为这款的疼这个啥永远袂无去，
无其种没有宗旨啊。不过安尼我就无爱听你啊，也是无啥物款的调外在的影响，我一直听你就对吼，安尼啊，这就是第三项听的真谛啦吼啊。最后一项吼，我较像我有那个人的体会较重，就是讲听是安那是宽容啦，听。这个听是够宽容，这个第一句吼，我安尼足深刻的一个感受吼。这咱足些时，咱实在是拢无迄个耐心宽容吼。咱对咱的囝儿吼，较会呢，有无？哦，咱的囡仔毋对犯错啥货吼，一再再错，咱拢会宽容。你看，亲像路加第15章吼，这个温柔的老爸安尼吼，因囝咧败坏家业黑白来吼，安尼吼，伊逐日伫迄个路口咧等伊吼，伊无讲啊，阮囝吼，若改变做较好吼，我就安怎，我就会听伊无呢？伊已经伫迄个以前已经听伊啊，伫遐中间等伊啊，逐日安尼伫遐咧等伊吼，迄个是啥？没有终点的爱哦。咱的上帝其实嘛是安尼咧听咱啊，咱安尼毋信啊。犯错啦，伊拢咧等咱，等咱当时回转回应伊吼，这个是啥？听的真谛，听的真谛，哦，是一个安尼互人感动伟大的一个听啊的一个真谛吼。啊，我为着要这个讲道吼，我顶礼拜，我开始家己安尼念啊吼，安尼就讲我安要安怎讲吼。啊，牧师娘。中秋节啦，今年一天拜一啦。暗时食饭就讲，迄阵你明仔载中秋节吼，你有啥物拍算无吼？伊讲啥拍算吼？我是讲，到啥物拍算，啥物计划无啦吼？安尼，我掂无讲话啊，我掂无讲话。然后伊就我讲啊，吼，讲吼，我计互你47年吼，我还毋知影你吼，你毋捌计划啥物要安怎去佚佗啦？我真少计有影，哦，但是我毋是讲拢无啦。我囡仔细汉的时吼，哦，纳钱去安尼去旅游团安尼佚佗，哦，迄会晓啦吼。有影我失一个老爸安尼吼，袂当讲好，我为人足够安排，哦，去佗佚佗，去佗佚佗，哦，我就甲囝讲，我们住在阳明山那么漂亮，人家都来我这里玩，我们还要出去，哦，就无啊吼。所以。阮某啦吼，牧师娘啊，伊意思就是讲，我叫你47年吼，你较毋知影吼，你毋捌叫讲你对，哦，最后一句佫加2字啊，讲算了，算了就大条呢。这就是啥？包容几年？47年，哦，这叫做包容啦吼，这叫包容。所以我爱安尼感谢吼，阮牧师娘的包容吼。最后啦吼，这个其实这款的这个包容吼，宽容，就是咱的上帝的本质吼。主耶稣，我拄有讲过讲，耶稣听伊学生啊啦，哦，第13章的这个第1节吼，讲帮伊节要到啊，耶稣知影迄个时到啊啦。时到就是耶稣要去受难的时阵到啊，吼！伊讲安那，耶稣讲我总是安，伊听伊学生哦，听到底，爱到底啦，吼，爱到底啊，吼！无讲因为其实这学生吼，当时迄学生吼表现足差，对无？足差嘛，咱拢知影吼，总是伊耶稣有哪听到底吼，主耶稣有一句宝贵的话吼，之前有伫咱教会门口靠迄个看板遐啦吼，安尼，迄写的字就是讲，伊若落苦背当的人，通来就问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有无？哦，咱每一个人拢需要安息啦，吼，迄个是啥？拢需要安息吼，这句话咧显示讲，咱的主伊怜悯咱，伊不时双手欢迎咱倒转来吼。伊要互咱得到安息，咱亲像迄个慈悲的老爸咧等囡囝相款，吼。我望咱吼，逐个人会
咱亚闲的时、做梦的时、艰苦的时，会当来想讲，有影咱的上帝就是听，咱倒转来伫上帝的内面，住踮上帝的厝啊，上帝是咱永远徛起的所在，住伫上帝的厝，安尼互咱会当得到，亲像耶稣讲，互咱得到安息，大家来祈祷。主上帝，感谢你会再互阮有机会，会借着保罗的教示，以及主耶稣的款式，会通互阮知听会即个真谛是何等的深。上帝，你听阮告诫你拢为着阮包容阮为着阮来陪伴这一切，阮要感谢你求你互阮一生的中间无袂记你，阮着听上帝甲听主美，亲着家己。听是阮一生的功课，听是阮得较着做的代志因为只有听会当有造就，只有听会当互阮互相来建立阮感谢你求你互阮将这个功课记牢伫阮的心内，感谢祈祷，靠主的圣名，阿门。三甲来吟回应的信息第522首。忍耐是够宽容，阁有慈悲。咱要吟一届台语，一届华语。华语的歌词伫咧周报来请起立。奉献，请梁家宏、张慧瑜执事来书献。咱若有迄个选好的选票吼，就是有选的选票嘛，会使就落在即个奉献袋啊。
咱即使有选的选票，嘛会使甲伊落咧奉献袋啊。咱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这点我来报告。第一，欢迎大家来礼拜。今仔日非常感谢10不在牧师的正道。礼拜后，请大家留落来，交谊请安到地学室来享受爱餐。第二，咱今仔日举行这次的预选，若未交这个预选的选票的小等，伫礼拜线爱餐进前，爱餐进前交互任何一位执事、中执也是干事拢会使。小等的中执会会长，阮要来统计上悬票数上悬的10位，要当做10月13秋季临时合会的执事候选人。第三，小等礼拜后要召开中执会，请中执直接去6楼用餐开会。第四，咱即马咧安排第4季的逐项事工，请各团体甲事工小组将聚会甲逐项活动的安排，量早交互办公室，多谢。第五，因为咱摒扫的阿姨因为车祸受伤请假，所以咱的清洁工作拢是咱办公室咧处理所以要请大家斗相共就是咱食饱饭若是倒面会使小饲一下附近涂骹顺顺看看、捡捡咧安尼办公室就会较轻松请大家来配合。第六，咱团导组甲志工因用足侪的心力咧准备即个灵修默想咱的进度是约翰福音甲约翰1、2、3书即马进行到约翰福音第6章即个活动会持续到11月15每礼拜拜1到拜5咱逐工只要开10分钟的时间来听上帝的话请大家踊跃来参加。团契消息下主日中昼夫妇团契要伫教会5楼举行9月份的例会，会中会请蔡顺典长老演讲海外义诊杂感，嘛要进行干部的改选，请大家有留时间来参加。上人团契北中上人部庆祝中央节感恩礼拜甲活动，要伫10月4号上午9点伫艋舺教会举行，咱请向陈丽丽姐来报名。具体的关怀咱所敬听张丽芳姊的个别礼拜，要伫本礼拜六9月28号上午10点伫本堂举行。煞要安葬伫平安堂，请咱做伙来参加即个追思礼拜，也愿主安慰夫妻遗族。第二，前南门教会桂英旗长老伫9月14伫多伦多安享主怀，享受94岁。追思礼拜要伫加拿大举行，请为着胡美姐甲遗族来代祷。代祷事项则请大家家己来看。咱将时间交互牧师。头先非常感谢施别兰牧师我拜三暗时转来到位个视察，把我担任今仔日正道即个
叮当的空客，多谢多谢师牧师。毋知咱中间有我特别需要介绍的人有咱的新的朋友伫遮无？外口即马雨真大吼，过元期长老吼，这是我8年前伫讨论度甲伊见面吼，咱老会友大概拢认捌伊啦吼，伊9月2八讨论度有直播，毋过台湾的时间是变做半暝3点吼，所以可能事后会通去看吼。过元期长老伊伫讨论度的即个对数礼拜，最后一项就是咱今日要预选吼，所以咱会员节伫咱教会如果分无着，请你确定来甲书记也是甲阮摕吼就是会通圈选5位吼。即摆有发现一个，我们会从宽认定啦吼，因为这等于是一个民意调查啦吼，这毋是正式的，咱正式的和会伫10月13才会正式吼，要将这几个有资格通选做执事的遮尔侪内底，咱要甲伊筛选到剩10个以内吼，10个以内做10月13执事的这个候选人请大家帮忙伫你爱参以前，因为爱参的中集就要来统计我发现有一个问题，不过这毋是真大的问题，如果你要改进也可以。有人甲到任执事这3个吼，就直接甲交伫这个所在。其实因到任执事因会通去比算，拢已经放伫后壁遮啦吼。所以我们会从宽认定如果你若感觉讲，我交唔对，我要去另外摕，请你甲迄个中央长老看下甲伊摕你要离开教会以前，特别伫爱参以前，拜托拢先交互中集阮通好伫遐来统计吼，甲大家拜托吼，多谢咱大家，谢谢。平安礼，请起立。
圣诗第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当我将恁交伫上帝关灵平安甲保护的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圣神的恩典，甲恁三个弟弟对一粒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绿岛闭会。